2026年春節啱啱過，80後集體又老咗一歲。而家我哋呢班人咩狀態？最大嘅46，最細嘅都38啦。向前望，1930年出世嘅人係老古董；向後望，過多幾個月，30後登場。我哋呢一代人呢，絕對係見過世面嘅人。細個嗰陣時種番薯，成年之後食龍蝦，從算盤到智能手機，從綠皮火車到高鐵飛機，從糧票飯票到數碼支付。回憶起我隔離嗰個同學屋企啱啱裝電話嗰陣時，哇，好架勢堂，成班同學爭住去參觀。轉眼之間，我同學個仔都識得編程啦 ，BB 機大哥大 Walkman、DVD、網吧、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、抖音，哇，噼里啪啦！呢啲玩意80後，要麼親眼見證，要麼親身參與。但係老實講句，我哋80後嘅人生都幾魔幻。讀書嗰陣時，大學免費；畢業之後，小學免費。雖然大學畢業咧，學校會包分配，爭啲嗰啲都有推薦，但係弊在工作幾年之後，慘被優化，要自謀職業。買樓嗰陣時，樓價飛起，好不容易還完房貸啦，房價cheap 到貼地。後生嗰陣時咧，計劃生育開放3胎，想生好難。養仔女嗰陣時咧，內捲嚴重，好不容易捱到差唔多退休，佢居然話要延遲退休，你話真係激某激你呢？細個嗰陣時咧，我哋嘅寒暑假80後係要落田捉草蜢、吔西瓜、睇電視、抄功課。哇！而家仔女嘅暑假80後要報班啦、接送啦、陪上課，返到屋企繼續抄功課。細個嗰陣時偷睇電視驚被爸爸媽媽發現，而家偷睇電話驚被仔女羈緊。細個嗰陣時利是咧係要俾阿爸阿媽咧幫我哋去存住嘅，而家好啦，你嘅工資咧就被公司代保管。嗱，唔係話唔發，係未發到啫。細個嗰陣時以為自己係宇宙嘅中心，大個之後發現自己連家庭嘅中心都算唔上。我哋80後嘅健康咧都係一路打怪升級。年輕嘅時候有脂肪肝，中年嘅時候有頸椎病，老年嘅時候唔好諗咁多啦。有冇命仔都要睇下你下個月嘅 KPI 同埋 XOP 先講啦。體檢報告啊，仲緊張過高考成績單，每一項嘅指標都提緊你。喂，你差唔多算啦，唔好咁搏啦。嗱，如果要講呢一代人嘅青春教育咧，絕對係呢幾個字唔可以講。學校咧從來都唔會教生理衛生，家庭入邊咧係唔會講兩性知識，全靠同學同同學之間嘅口口相傳同埋偷偷傳閱嘅雜誌。話我同你講，我讀書嗰陣時，如果喺班級入邊邊個可以整多一本少男少女，哇！呢個全班嘅偶像，絕對係我哋班嘅情報中心。情竇初開，全憑感覺；暗戀表白，全靠勇氣。成唔成功，就要睇你嘅運氣啦。終於大個咗，成咗家，有咗 BB， 身份一直都喺度變，係仔女，係女婿，係新抱，係員工，係領導，亦都係家長，係班主任，係消費者，係投資者，係房奴，係車奴，係你父母嘅孩子，亦都係你孩子的爸爸。4個老人家要照顧，1個仔女要培養，唔夠膽冇咗份工，身體唔可以差，頭髮唔可以少，體檢唔可以唔去，朋友圈從來都唔夠膽宣泄負面嘅情緒，現實當中唔夠膽唔積極向上，明明自己仲係一個老 baby， 轉眼之間變成咗上有老下有小嘅頂梁柱。不過你咪話喎，其實80後咧記憶入邊都仍然有光。而嗰個光就係那些年的流行音樂。周杰倫嘅可愛女人橫空出世嗰陣，磁帶要翻面 ，CD 係會空轉 ，MP3 需要從電腦下載。好聽嘅歌詞我哋會抄一次又一次，情歌聽咗一晚又一晚。Beyond 啦、王菲啦、四大天王啦、Sammy、安仔、Kelly 唱勁歌金曲頒獎典禮，叱咤風雲音樂榜。哇！呢啲名深深地印喺我腦海入邊，比起任何密碼都難以忘記。而家咧，周杰倫聽講有出新歌啦，係嘛？王菲年年都上春晚，有緣再睇。學友開緊60歲嘅演唱會，當年一齊聽歌嘅人各奔東西。唉，我哋呢一班人經歷過物質嘅匱乏，亦都趕上過消費升級，吃過苦，享過福，被鬧過，鬧過人。回頭望下呢20幾年，唔可以話唔抱怨，而係費事抱怨；唔係冇脾氣，而係發脾氣都冇用；唔係唔想躺平，而係躺平落嚟啊！你最後咪又要企翻起身。所以各位，請善待你身邊的80後吧，我們真的好不容易。年輕嘅時候響應獨生仔女嘅政策，中年嘅時候面臨職場危機，老年嘅時候仲要延遲退休，後生嘅時候揾錢買樓，中年為咗小朋友嘅教育而燒錢，老年嘅時候仲可能要去補貼翻你嘅子孫後輩，成世人都喺末班車上面狂奔，生怕錯過任何一站。最後藉咗一句歌詞：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。